乐团的名字？脆够，不是脆够。我们有组过团叫 MB有什么含义？ MB 没有什么含义，就是我们要去比赛的时候，我们去练团时一直在想团名想不到，然后刚好我右边有一台电风扇，它上面就写 MB， 我就说那我们就叫 MB， 也是蛮随性的。哎呀，调下有弹不错嘛，要用哎，有点蓝调，哦，有点蓝调，对，这次有点加入蓝即兴了是不是？我们小刚老师有听出来的，是蓝调还是 jazz？ 但还是烂掉了。来哟来哟来丢老爷丢老爷喽！老年大擂台，老年用下來。咁先朋友大家好，我係馮姑啊。來，今天大家好。啊，也有來到呢流行歌曲組嘅爆 V 爭霸賽，目前 V 面炸6關嘅宋祖培。6關咧。唔多啲嘅6關咧。哎呦，才藝兮兮咧。對。好啦，今日鏘鏘有一位新的挑戰朋友。哦，肥總型哦。哎呀，很可愛，哎，很漂亮。沒邊說。對。唔可以提起嘛？對啊，那節目都記下拜。哦，你有記得哈？對，哎呀，但是他的這個你不記得，我真的還擔心你。夾嘅歌聲唔就像夾媽媽一樣嘅嘛？啊，應該比夾媽媽青出於藍。青出於藍啊，勝應該沒有勝於藍吧？個性方面。希望。哎，好嘞，來啊！比賽之前的介紹呢，評審先生。好，歡迎一家秀先生、齊思飛先生、齊家偉先生、總飛先生。好，來，有請 TV 啊 ！TV 來此台中彈子，主意行帶來沙啦啦落太意。好，來彈過啦。記得嘅叫以前嘅跳擺，眼裏向下唱歌，眼裏向下跳舞，成把手係天堂。跳擺，記得嘅叫以前嘅跳擺，眼裏向下奔忙，眼裏向下顯眼，大下就係未來。哎呦，注意行。
也比谁啊妹女耶？大18变哈，真的哎，一都是还没18，还没18。哦还没18嘞， 13他才女大13变，13岁。你确定是你妈生的？你妈那么那你妈矮怎么？回事？对呀，也没按爱，今日来问做啊哦，你说看你当夜大旅头节目应该都底。因为你有等妈妈待在那边呢。你妈妈，你从哎，妈妈，你今天怎么戴口罩啊？对啊，你那么漂亮的脸庞，对呀，哎，他今天不像赖文竹哎，懂排谁敢讲？对呀，还冇哈，平常很奔放。自己女儿上台会紧张。因为冇强用参加比赛呢，没人表演呢。13岁，你们家这么缺钱哦？13岁就来比赛，主要是想挑战自己，挑战去搞哦，那13岁的后老母逼出来，逼着出来赚钱，卖艺为生。卖艺。哦，你们之前有参加过比赛吗？没有，沒有。也係第8來參加流行組嘅比賽。我播啲比賽啊，我播比賽都冇，學教咩冇？學教有，學教有啊，哦，學教比賽有得到得冇？國小有，國中就沒有比賽了。哦，國中還蠻有啊。對，國中沒有其他的比賽。哦，國中要你們好好念書啦。哦，是。對。啊，國小的時候比賽有得獎嗎？有。得第幾名？都第一。都第一，彈子之花，各位。哎呀，對，為什麼會是彈子？你們3年？沒有，我們是彈子人。彈子嘅片哦，他們是外婆家在3億。哦，嫁婆帶嘅片。哦，媽媽喺3億福音神嘅帶，哦，嫁到彈子去啦。不是。啊？就是認識，然後一起來彈子。認識誰？我爸爸。哦，我想你講話好省略主持哦。所以你爸爸也係3年啊？不是，南部人。南部啦，他就渡後一潭子嗰邊看到中醫嗰部就買那個片。哦，還是3億其實也有房子，潭子也有房子，南部也有。3億就阿婆的房子啊，外婆的房子。哦喲，第一次參賽同表演的感覺冇強用緊張嗎？你這一次？很緊張，很緊張啊！哎呦。吃到表現都一副。你按到拜人從細就聽到人媽不人媽媽別的了。必須冇強用啊！前面有評審老師啊，而且是認真的評哎，不會放過你的。而且他真的長得青出於藍哈，真的，我靠！哇，青出於藍很多呢。比媽媽好看多了。冇啦，給妹妹懂講啊，但我覺得你應該像爸爸。像爸爸比較多哈。哦，從這嚟哦，唱完，請我們青岩嘅的一家小先生。根本冇法度演嘅了。哦，真的？冇法度演。因為對，因為他這個表演，你說他趕，他說他緊張，根本唔會緊張啊。吃到唔會呢？看你有時唔會緊張。唔會啊。就媽媽比他還緊張啊。對啊。對。不過實在講哦，以前今天的表演真的是不錯。不過我還感覺是講，你還沒有投入，因為你把緊張都丟給媽媽。所以你就在那個地方，反正我就把它唱完就好了。就是感覺上，就他冷靜到有點像那個和尚在敲那個叩，他就把它照節拍唱完，然後結束這樣。所以我是希望說，如果還有機會的話，你要盡量。如果還有機會，不能做唔到講，其實一天有機會嘛。某一天。我是希望講，你還有機會噶。因為從國家哈，你要投入一點。然後拍子呢，我感覺到你有在打拍子，不過你的拍子就腳動一動而已，而是正確的啊，正確的你就做太對了。從國家哈上台表演，現在已經不是國小時代了哈，現在在電視上有哈，電視上你就要表演的再明顯一點，再誇張一點，然後再有自信一點，你就會親吼，莫賽按獎啊，係不？對不對？真的。媽媽都還有機會了，對不對？你太丟臉了，如果一次就過不了，你很丟臉的，你知道嗎？不要這樣啊！不是，來一次就要加油嘛，就要加油嘛，因為他媽媽很棒嘛，對不對？媽媽前面打下基礎給你嘛，然後你現在就應該要不要再大大的綻放，你就不要再仰賴媽媽那一套，不要理他了，你玩你的，好不好？你唱這個歌很新嘛，你就唱更有節奏一點的感覺，唱出你自己的味道，好不好？好，加油哦！好，什麼先生？歌唱沒什麼好挑剔。對，媽媽那個是 old school， 對不對？他媽媽也有效果啊。對啊，不要學媽媽的，好吧？可是他如果像他媽媽這麼打開也是可以啊。哦，對，就剛剛老師說腳打拍子，你只是點一點，你應該要
秋妈妈有，有冇秋娘妹妈妈有，就中间一点，中间值，也不要像你妈这么 over。好了，来，看一下个分数。看一下朱一晴嘅分数。天拜來比賽，分享嘅分數再拿到一個分。有。92.5分，還不錯呢。哎，不錯哎，4個哥哥姐姐幫你誠心的拍手哎，他們應該覺得你留下來機會不大，他們認真拍手。沒啦，哎，92.5留下來機會是大的哦。哦，真的嗎？應該是大的。可以他倆 CV。如果他們稍微再歪一點，忘詞，或者是稍微不順一點，或是選歌選不對，或者押韻用板，對吧？有可能啊。突然逼車，比差了。你要保佑自己一下，好吧？等下下去以後，然後每一個上台，沒有這樣，你就剪一下，有用啊！我們老是在教人家邪門歪道的事情。真的，我們打高爾夫球就是這樣啊。人家推桿的時候，我們就手比在後面這樣。真的哦。一直剪。你現在不就公開了？啊，沒有很多打高爾夫球都知道，嘿。真的哦。對。我以為只有打麻將才這樣。哦，打麻將也要這樣？不是嗎？哦，在下面這樣一直剪。沒嗎？哦。啱啲啊。反正我不會打麻將。有剪有用。哦，有差呀。好了，好，先回頭。什麼主持人可以看？好，這些不錯哈，很上癮，很衝客家歌，指日可待。哎，真的。有獎係嘛？好，來殺下來。殺落去，原件味帶來，現在過得好唔好？好，來彈下啦。現在過得好唔好？身邊嘅煩惱還有幾多？現在過得好唔好？係唔係老從前從容快樂？生發中。事情還有情動，生命中應該珍惜現在擁有。人生命應該過程中，成功失敗自己愛原來。溫暖嘅相處，溫暖嘅相處。是有糖豆2條歌誒你。如果我能看得見，就能加持的白天黑夜，這人群中牽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得見，帶走到處遨遊。人群中給我一個擁抱。如果我能看得見，你看空中會蕭老師啊，你看嗓音係林峰哎。啊，林峰啊。抱歉，你有如何月？哦。哎，他格鬥選手，你可以去拳上啊。拳上？對啊。那要網紅才可以。你長得有點像蹦板。
有啊有像有。蹦满好像也是新竹人。有啊，真的吗？真的呀。哎呦，妈呀！旁边那2个女生是谁 ？Show girl。Show girl。哦，哇哦，罗哥应该没有看到你在哪。对，你是右手边。哦，好酷哦。真的有点大呢，不是假的。职业比赛吗？你干嘛把业余比赛？业余哦。你是被打趴了，然后拍照。比赛结束的时候。哦。综合格斗。准备上场之前。哇哦。你问一下这种兴趣啊？你是怎么了？对，每天怨气无处发泄。黑猫压力太大，压力太大。是爸爸对你的这个教养压力太大。没有啦，我们民主式教育的。民主式，那我为什么会想要去练呢？拳上。嘿啊。幼儿园是幼儿参加划龙舟啊。划龙船。嘿。然后有练得比较壮，体力比较好的。对啊，然后想说去挑战更高强度的运动。哇哦，综合格斗哎，那划龙舟那个爬龙舟没查懂，跟某公用啊，那个跟那个格斗那一般只会去那个健身房，还没练啊练。格斗是2回事哎。对啊。哦，真的打，真打。因为胸片，因为流血嘛，有流血的，有打警棍的，我们打假的。哇，那很 man， 佩服。好了，从这来，抢视频上公平哈。Gabby 表现咯，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哈。我用2個方面來說明一下哈。其實我嘅上線呢，係我一直當戲法的一種上線。它是一種比較強勢、比較率真的一種聲色，所以我期望唔當到有無同樣嘅歌曲嘅唱法，也係講現無同樣嘅歌型來唱。係我知道我要當到無同樣嘅表現。章草哈啊，所以知道你必須挑戰無同樣的歌型，這是一種抒情歌曲。那今邊我知道你唱嘅也一好，你係當平穩穩嚟唱下來，係講一本嘛經驗法哈，因為一個較抒情的歌曲，所以故事性會變得比較強一點哈。而做到可能有嘛個故事來留亞述歌曲，你現在歌調好唔好？有件事情可能要假想一個角色。好，你剛剛講第2個小孩出生嘛哈，第1個你還在打拳擊是吧？第2個你開始會慢慢的會考慮如何讓自己放得柔情一點？如何讓自己看待這件事情？身為一個父親，我如何承受看待2個孩子的成長？然後就嚟講到歌曲嘅表現嘅方式嘅方法，知道今邊嘅故事性較冇按到，好，就係講如果還有那個故事性會從哪裡來？可能你的層次，然後你 V1、V2 過來做到有個 pre-chorus 到來有個 hook 有 deep boy 嘅排法，喺做得有啲比較冇同樣嘅層次嘅話會更加好。還有那一個事情就係，其實你要上線來睇下你彈，我覺得跟趙琪老師還蠻像的，跟趙琪老師還蠻像的啊。但是我覺得你嗰邊抒情的面可能沒那麼強，好，沒那麼強。不過我知道係講係做得的話，在某一些收音的部分，其實不要那麼的長。因為這樣的話就少了講法的方式，所以按你發呢彈起來就會一種當制式化，像老亞嘅發唱出，海嘅發唱出，所以 Hellboy 部分係做得有嘅地方較短啲會書面，有嘅地方再攞佢來唱，還有嘅地方係特別讓人寫起來做係啲好嘅地方，比如形成嘅路雖然艱難，半辛苦。亞基方亞嘅 Hellboy，佢溜個做得會專業，我知道應該會以後。好，對。故事性嘅表達，感情，聲音音色是很漂亮。唱抒情歌要想到小孩，不要想着格鬥。好，來看一下兩本書，看一下原件比嘅分數。好。是啥樣子？他搞到安強，係啊，劉亞全部清強啊！哇，喺劉行族嘅真係全部懂厲害。係啊，劉亞兩下都懂厲害咧。真的，好，OK，好，謝謝，恭喜，好嘞，沙雷係一邊聽得嚟有滾三個字。來，彈過啦。樂團有名字嗎？樂團的名字？翠歌。
不是最后。我们有组过团叫 MBAMBI 有什么含义 ？MB 没有什么含义，就是我们要去比赛的时候去练团式，一直在想团名想不到，然后刚好我右边有一台电风扇，它上面就写 MB， 我就说那我们就叫 MB， 也是蛮随性的。精彩表演了哈！哇，林艺硕吗？哇！这位是百合花林艺硕。对，哎呦哇，双吉他哎！哎呦，真的你们很厉害哎，有挺厉害，你们的吉他很厉害哎。年纪轻轻的有这种功力，来，我请问一下我们那个吉他手、吉他老师，你俊霖老师，这位可以吗？你的吉他这个经验有1多年了，来。哦，我觉得他比我厉害。他比你厉害哦，那你现在可以回去啦。对，客气吗？对，我比较客气。你们这个乐团默契可以不要这么好吗？那刚刚他那一段 solo， 你可不可以弄一下？哦，没办法。哈？为什么？啊？他没有特别练吧？对，我没有 feel。那可以即兴吗？即兴，你没有 feel， 这谢宇威老师的歌哎。哦，可以。可以吗？好，来，直接即兴来一下，呜呼！背带。你要给他坐着。背带。对。可
可以吗？好突然哦，这钱好难赚哦。这他们也是很厉害。来哟！速弹。Slash 啊！我操，没有绕亏耶。可以吗？可以啊，可以。他说他乱弹了，这听得出来啊，这就是即兴啊。对，即兴啊。太屌了！即兴要有功夫的呢。什么叫专业？对不对？对啊，专业吧。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的，不要那么客气啦，要客气一点。好了，你坐下。你们乐团不要再一搭一唱了，讨厌。对，不过你们两个真的优秀呢。你们乐团有名字吗？我团的名字。脆够。不是脆够。我们有组过团叫 MB。有什么含义 ？MB 没有什么含义，就是我们要去比赛的时候，我们去练团室，一直在想团名，想不到。然后刚好我右边有一台电风扇，它上面就写 MB， 我就说那我们就叫 MB 吧。也是蛮随性的，很难讲啊。MB 对啊，年轻人就喜欢这样啊。搞不好跟电风扇一样这样，哇，高速运转，一直转。过热，爆掉。很适合他们啊，有没有？这种真的有那个 feel 优秀啊，真的很厉害。配上吉他不一样哎。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真的是不得了。继续搞下去。好来，哦，唱出来唱十位先生公平哈。哎呦，最近很好，看很好睇嘅艺术表演吼。因為樂團嚟到兩位，一開始嘅時間係做佢強嘅，有啲唔啲用乜嘅方向。不過你看出嘅搖滾精神咧，搖滾精神，我聽得太嗨，搖滾精神，然後就發現他好像有一點開了。這邊係看到你自己冇強用，特別係你拿定一架熟悉嘅吉他嘅時間。嗰種我唔可以講，我唔點樣用嚟形容。我想講吼，人情合一嘅感覺。真嘅，我想講搖滾係一種精神，佢係一種態度。我做兩首作當好，因為啊係冇按好咩嘅冇法度做出來。真的呢。真嘅，特別係呢個歌曲，你下講你冇另外一位吉他手，你是客家人嗎？不是，不是。我們還沒有問你名字，抱歉。對。哦，他有又唱是吧？我知道條首歌曲，因為蔡偉先生佢特別有幾個秘師，不管係編曲也幾個創法。我當反而看到比我知道啦，用蔡偉先生比起來，他冇強用嘅搖滾山歌詞。我上先當後上，我講唔係講老呀後上，係講兩隻時代。懂很容易接受的聲音，我覺得你可以再開放這些聲音，而且我覺得你非常的自在，會不會頭前幾日專業嘛，做專業動講，唔係談起來動硬嘅。喺講正經，我 talk 我自己知道，雖然佢冇算分數啦，合音的部分、合音的部分你自己應該知道，像本種模型、口筆論，還有古陽聲講、聲音分，呢兩擺合音都冇按準。其實彈起來有點卡卡，而且合在不對的位置。你聽得懂我意思嗎？合音你自己應該知道，剛沒有合到，可能太嗨了，或者是你們在練習當中，要練到你的聲線要跟主唱能夠合在一起，那才會和諧。不然你一直打到主唱的聲音，其實聽起來是非常不和諧的，會讓我們有聽覺上面有影響。好，最尾一點就係講，我知道用彈琴比已經當好誒，我知道你很多嘢再不用開一啲誒。我覺得還是少那麼一點點，好像沒有燒到癢處。對我來講，頭髮不夠長啊。我不會講就是你自己要更投入一點點，好不好？不是歌聲投入，人也要投入，加油！好，謝謝。來看一下幾個分數，看一下葉婷嘅分數。哇，96分，本來應該98的。
都怪吧？都怪我，对啊，没关系，没关系。好啦，叫阿来欢迎汉 EV 好吗？好，来，你们最好的战友啊，汉 EV 李修义带来落地歌，来，弹个啦。总到了理想，远远的天来风，爱会送机，赶紧浮浮的北风，点点上电，撑一天，将起家种下，总到了理想，安远的天来风，爱会放啊，通到该坚持的理想。心也痒的春风摇，按不过天，少能饮心甜，韩国的路是翻转头，日头西照，易水浸透，故乡的山歌丝丝唱，将起家种下，种到了理想。也做一生命，请将给书生，爱会结子，浩瀚棒子的世界，也做一生命，请将给书生。雪毛台子干，哎，好听好听，好弹嘞！早上不枉费我听你那边在那边发声，训练懂呢，还把总的时间给孙红他的 coach 来教他。一大周这些练，我都想开嗓了，练太多啊。强下摸 MD 哦，唔会啦。练唱多不，其实嗓音要模糊呢。要练开嗓，要练，对对，要爬音阶啊。难怪你现在唱歌真的，你跟刚开始来比赛的时候真的差很多。哎，懂稳听呢，变下来，变下。对你刚开始来比赛的时候，那时候稳定度没有那么高。牙稳定度同后，真的越来越找到自己的方向了，是吗？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哈，冲了种狗尾那样。得失心没那么大了，嘿嘛，没的意思。感觉就觉得好像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所以先放掉得失心，先不要去表现呐。对，就先享受这个舞台啦。每首歌好好说故事，就是好好的说。反正总有一天会轮到我。对呀。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错。哎呀，不用那么没错，而且越来越美，在舞台上跟人跟你讲哎，去健身房有差，你看他的衣服都要用夹子别了。这个身材叫健身房。你还很不能看一下后面好不好？看一下后面，看一下后面，他还需要别夹子哎。唔系啦，你讲嘅錯，咁講你講嘅錯，因為我去健身房那係意思。泡澡的，泡澡，一直去泡澡。对，因为他还是报了一家健身房。健身房可以泡澡啊？哦，好棒，那好像不错，大家都去。是什么健身房有泡澡？它就是有可以泡澡，让你的身心疗愈，你就会觉得，哎呀，来都来了，不然痛一下，伤起来。你去健身房不是去做重训的？我们就是为了要去洗澡而去。为了要去洗澡，来都来了，不然做几个重训，跑几下步好。你跟我以前碰到一个那个服装师同志的朋友，对啊，他每一次我们大概5、6点的时候就不见了。哈猪吗？5、6点的时间。5、6点不见了，然后大概7点多左右又回来。我说你去哪里啊？我刚刚去健身房。我说哇肚子这么大。我说你这个身材还是健身房？没有啊，我去看人家洗澡。哦，所以5、6点的时候有洗澡可以看是吗？就是他就我确定一下时间。很多人可能就是练5、6点就回家吃饭了啊，跟朋友聚会啊，下班时间可以疗愈的时光。很多人练得很壮的，对啊。
而且看的都很开心，就觉得哇，好，那我要继续加油。所以你也是为了这个去去做重训的时候看一下旁边的肌肉也是不错，真的有动力，至少动了，对不对？是。而且有啦，有好够，看一看有感觉，我觉得有效果，点啊，有，而且很常过去，想说这边要躺，要好累，我不想动哦，然后你就想说就坐在那边拉伸区，这样假装拉一下好了，啊，好不想动了怎么办？转身一看。隔壁已经全部来年，我去了4天，连续4天都有人在那边睡觉。啊！我没有去过健身房，抱歉，难以参与讨论。现在是一种流行对吗？我从来没有跟在流行上啊。重点是来都来了，走我路啊，至少动了啊，对啊，至少动了。你动了，第1天动，对，你就会连续一直动下去。如果有人真的吗？21天以后你就习惯了。没有这种事，我真的试过。你会习惯过21天，但是我也是可以说放下就放下的人，但会习惯去洗澡，洗澡很棒。好了，创作来枪毙情商。小雨。根本你两首歌曲，我感觉你唱的不够松啊！这样还不够松哦，不够松。就是你应该怎么讲？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的情绪跟你现在是一样的，但是其实是不行的。其实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应该让自己的情绪先缓下来。所以以至于这首歌，从头到后面，你给音准，你给节奏，全部都没马虎。你的音准跑来跑去的这首歌，对呀，你的将起嘎总哈，你3次的音准都长不一样，都会这样飘来飘去，飘来飘去。但是我其实有刻意抬头看你，其实你的表情是在微笑的。照理来讲，你在微笑，你的共鸣应该是在这里，表示你的脸虽然笑，但是你的人并没有，你真的唱歌并没有真的把那个东西放在那里。愉悦的心情没有。对你那个自在，将起嘎总哈，你没有，你的声音漂亮，但是所以你才会每一个都长不一样。你的表情可以不一样，但是共鸣不能变。再来就是拍子，哒哒哒哒，燕燕给听爱哄你。每一句的这个都在抢拍，今天都是快一点，快一点。我觉得今天这首歌就是有点可惜在这里。我觉得你的整个人的松度不够，还有它很多有一个砰诶哒哒哒哒哒，这个叮当哒哒哒哒哒，还有那个3连音的音性哒哒这种音，你的全部都做得很紧张。你都没有松松的在那个哒哒哒哒哒哒，你没有那个飞翔，你是哒哒哒哒哒，全部会把那些小小的挤在一起。你理解我在说什么？对，如果这首歌你这些自在的地方你没有把它做得很好的话，弹起来就会觉得很急促，轻轻的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去唱，而不是在那样的一个将起嘎总哈这个情绪里面，但是。那个整体的感觉没有真正的自在，对，就会让这首歌听起来是很不顺。好，音准跑来跑去，一下快一下慢，很紧张。好，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好，谢谢老师听得好细腻哦，我在现场听就觉得好棒。哎呀，我也觉得很好听。对呀，所以人家是老师嘛。对，我们是主持啊，非专业部分交给我们。对，不好意思。来，快下给个分数。看下李修怡嘅分数。90条米可以更好，可以慢狗的不能就往后冲。对，还是可以留下来。哎，没问题，谢谢各位。哎呀，恭喜哈！下个礼拜再好好表现哈。好来，沙落去，松住冇帶來，已經贏啊，已經贏。來彈噶啦。愛只甲用唔下你，
分开途，一直开你敢没安用，总走的在沟通爱上瘾，假使有你爱你动心，一种是对爱暗用引擎，爱是该你会关心，关心你俩沟通用反应，天气变心，爱给修情，多分享该你长感，眼睛勾住无语。张开眼睛，勾住无语。勾住无语。谢谢沈太哥。真啊，云静你的感情呢？真的。没俺感情几吧？没，你不给充钱呢？你一直帮你唱他一次歌，他就250块，真的很有够了。后堂。对啊。哎，周某东英俊呢，他是一个好学生呢。对，他就是从一开始的比赛都要那个。你不能给他空调全部唔见他嘞。有啦，他还是会在适当的时候跑出来。邓紫棋的枪都不见了。哦。然后这个溜起来糖又改。你就伫到欣赏讲嘛，冲嘛。系啦，错啦，就会大摆落，因为我平常时就自家练，自家练，自家弹，无欣赏，系嗰种我来了比比赛，我大比欣赏广告的方，我都转去就欣赏，上个嘿消化，上个叫改，下摆来那比创唔好又转去跟练，没懂厉害呢。对啊，这也要有天分呢，真的。是，你如果自己有录音设备的话，你更好。我有买，你这有录个 podcast 一个小小的录音室。对呀，你这个录起来，窗也录起来，哎，那个会更仔细。嘿，那更可以改变。嘿，就包括呼吸换气给的。对呀。你还有冲走吗？在尝试哦，尝试下狗。因为我其实很后悔我没有学钢琴。哦，因为我发现都有冲走，也还没做得好啊。嘿，古我就最近在努力了。走啊！你可以从那个娃娃的钢琴开始学，是也不用啦。嘿，就是这样学吗？基础乐理给的。也还蛮改过。跟不到了吧？跟不到了，对不对？follow 不到我们的歌。哆来咪发嗦嗦嗦，哆嘞，有时候是故意想要他们。那个慧茹老师会纠正你哦，那合琴合到这样子。他是音效师啊，音效师，他是音效师，真的 keyboard 是前面这一个。好啦，冲出来哈，向嘉修老师共评一下。哎，祝伟啊，一直看着你长大哦。有。强度，你知道？强度。实在讲，进步动作。但是有天分嘅人啊，佢係個無人教呢。
他都自己想自己学，所以我吓一跳，我真的以为他是有人教，就有特别。当然我们有给他意见过，但是他是真的很用心的把这些东西，比如说今天这首歌，给我们那首歌轻摩冲，然后他也很自然的把那个声音的转换，当然有一点小地方啦，比如说转假音的位置不完整，你自己心里也有感觉了哈。就到假音的位置，那个感觉上那个痛的位置，你还转的不是够漂亮了，你应该自己有感觉。然后间奏完了以后要进副歌的第一个字有点落掉了嘛，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分数会更高的。我觉得大家都站起来鼓掌了哈，表示是在讲我有一个感过讲，这个讲话的女孩跟唱歌的女孩是同一个人吗？哎呦，就鬼下个想法都冇强，给冲国家，它是另外一种质感。可是在进歌里边，它就进歌了，但是轻某简单，就能够把自己没有人教的就融入那个歌里面去，整个歌，因为你会讲他这首歌在唱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共鸣啊、转换啊，有很多地方的那个硬转的那个位置，其实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就是说，除非他在那个歌里边，因为很多小地方他是用他本来的那个半同音的东西在那边转来转去的就是觉得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唱法？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他西塞公有天分，西塞公真的有天分，就是让我觉得说真的很佩服这样子。那几个小的地方，我觉得也不能够太挑剔他了，因为能够做到这个地步的话，实在是真的很厉害的。好，继续加油，好不好？成功欣赏。哎呦，嘉修老师认可。哎呦，我抢俩青果分6天。6天。要不要听？抢6分啊。回头对，但是看分数值钱啊。所以行啊，你冲到今后啊。你先讲一下。聊聊哥哥姐姐挺厉害的。真的，没关系，你才13岁而已。对。哎呀。好不好？13岁2个月的时候再来比。2个月后2个月后可以再来4个月啊？4个月啊？我们有规定是西藏月啊。嘿啊，没啦，他自己给他4个月的时间。那你再加油，好不好？好 ，OK。这个舞台等你哦，好不好？好，什么注意心啊？加油！朋友就来看分数了来看一下，宋祖某一个分数。你拜同个 rap 跟三个改编做个 rap 做的吗？4款啊。哎呦，三个莫创新唔爽，创了以后，创三个，创了唔要同欢喜，耍。歌词先背出来。来看一下，宋祖某一个分数。97点分，恭喜祖某卫冕7冠嘞 ，Lucky 7，恭喜！也来到传统组位，暴力争8岁，目前卫冕者2冠的兴奋剂，继续保持阿姨加油，加油！感觉比同有人用当2冠的啦。因为之前有个后上西阿妹啊、燕婷啊，迄么，张高某一球啊，过关以后也以前勇气啊，轮到记的，真的。凑小了就按用嘿。就唱起卡不卡，等按用，有嘛 band 按用，嘿。个错太好意。band 唱起卡一样，等按用，嘿。今日琼瑶有一位新的挑战朋友，欢迎。但是之前有来过了。有来过。有。好了，比赛之前的介绍你评审欣赏。好，欢迎。魏生雄欣赏，李秋华欣赏，林占一欣赏，曾明珠欣赏。好，欣赏好。欣赏介绍的，也就马上进行今天比赛了哈。有请 TV 来自苗栗条分领水银带来评判。来，谈个啦。
突来做安尼节目当中的比赛是吗？梅开啊，没，梅开三度，阴开三度，哎呀，阴开三度，就是不信邪就对了哈。对啊，金钱币都奈。可能有7、8年没有练歌了。真的该？对，我就7、8年有了几拜啊？不是，就是很久哈，我都没有认真去练。都是那种临时，因为临时抱佛脚。请就来比他啦，练2拜就来比赛。所以我就一直上班，上班比较好。上班同来啦比赛，那有冇嘅关系？对啊，个上班归上班啊，比赛归比赛啊。是因为你看苗栗啊、天川日哪里哈，比赛都是没有名次，我就你冇练，讲7、8年冇认真练。这个冇认真练啊，这个比冇比，当这个比吧，你们得奖还是当你的练的，对吧？当你从练真久的呢，那我就想说啊，我上班比较好。你在上什么班？我在社区当保全。社区总干事。7、8年，对，也有带总干事。也有带总干事。他轻松哎呦。谁帮你做保全啊？有啊，很多啊。保全会不会碰到很多那种住户很讨厌的，或者什么？像我们在社区那个房子都2、3千万的，我们要帮忙收包裹啊，栅栏啊。所以你们是陌生人不能拉进去的。高级住宅呀，对，高级住宅一栋就2、3千万。2、3千万，3000多万。哎呦，那你们那个住户的那个什么管理费应该蛮高的。对，一狗啊。对。多少钱？我们是在新竹。新竹这片竹科附近竹科对，竹科附近。哎呀，很多科技新贵。你有读到那个很难搞的那个住户吗？也有啦，可是我们就是要跟他服务好一点，他就不会检举你说你什么服务态度这样。对，其实当管理员真的很辛苦，懂辛苦。对，因为每一个住户每一个个性都猛公用。对，服务大家其实也蛮简单。是，对啊，那所以唱歌比较好啦。他轻松啊，他轻松啦。对啊，每次都落榜，我都没兴趣。要平衡一下嘛。对啊，你就上班冬天嘛，冲狗不用管理员的时候，哎呀，应该常常很无聊，对不对？耳机戴起来就练那里，对吧？高级沙奇也可能没有一个自己小包厢，可以做一个柜台那种。厕所啊。演艺啊，偏手练赛。因为我已经很久哪里都没去比赛好了，那今天看你有没有机会过关了，好不好？谢谢了。唐先生的公平温先生公平哈。我是台湾的林水仁师哈。首先唐一唱歌啊，因为扮人各方面哦，我感觉认为是一将啊。那么在访谈之中啊，还有唐一讲起嘅，比赛我们现在的学校就放弃磨练啊。我本意就建议来说，我哋身为客家人，我讲客，我哋古语嘅，我哋民俗嘅客家山歌，我哋學回來。我聽佢講，你扮人意將，你可能是因為心態嚇，冇講技術來練呢個。其實唱歌係適可嘅東西。係一種當好嘅健康嘅認同，所以我係建議多唱歌。今日唱喺咧平板，我聽講扮人方面一將，不過你冇訓練和其他呢，你戲可能也冇足嚇。提講一講山歌嘅山歌，唔係山歌一個，佢係二相時係咪唱山歌嘅？李小華老師唱嚟會講山歌。我相信你看17台咧，就是呢一點啊，所有我哋歌唱者為了演唱唱來嚇。我聽講呢期不足嘅為所在，聽呢期，你希望我唱該路人那些，該戲唔就是路當見前面下樣，冇當順，但最尾期啊，扮威娛樂、扮高清那些，該答不效果節拍有多少有問題？希望你有機會些，讓我老闆嘅建議啊，多加強嘅練習，你3個會當好啦嚇。先生練啊，帶今後啦，好好練習。來看一下幾個分數。我看一下林水穎嘅分數。
91分，一分那個要較困難啲啦，係啊，但某一天當然講，好，比賽當然講，繼續練習咯。係啊，哦，不要放棄啦，不要每一次這樣碰到挫折就我就衝，不讓我比，對不對？還要練，好吧？好 ，OK， 好，謝謝，好，真係謝謝，好啦，沙來牛田打雷神果子，嚟彈我啦。天气好，你好，认真练习给罗哥阿吉好，你好，哎呀，这个很有味道，很漂亮，对呀，漂亮。给罗安多半，你今天才发现吗？没有，女生就是爱狼波，你知道吗？这是实话。她漂亮，然后那个表情还要。那你怎么都不驳我？你很可爱。漂亮就是说不出口，要懂讲。你很有实力。好了，冇问题。天记懂 boy 呢？认真练习啦。哎呦，对，好，有没有听到？林瑞英，你懂认真练习的。因为我喜欢山歌啦，喜欢啦，好冲。做亲朋友那个介绍讲去歌谣班唱歌就比到山歌，我就懂认真。上课吼，老師咧會錄音下來，做冇卡吼，他把講實在話，你係記唱得下記唔記得？嗰時你在院內做，在下在院內做唔得，所以做印堂嘅錄音檔，印堂。啱記來啊，衝順來就錯。唔會查，做哎呀。對，就像那個後生朋友講，一老舌歌哈，對啊，老年歌 rap 嘅東西真的冇按改啊。你講羅哥，你就一直聽，就是一直聽就對了。你就一直唱就錯了。一直聽他就會了。你下禮拜同嘅 rap 嘅三個改編做嘅 rap 做的嗎？試看啊。哎呦。三個冇唱先唔爽。唱了以後，係唱三個半。唱了唔會當歡喜。耍。歌詞先背熟了，題譜。唔係，提供歌詞我都會啦。好啦，衝出嚟啦哈！唱就要欣賞嚟公平哈。欣賞好，山歌冇咁簡單啦。難啊，當然啊，我唱都是同阿鳳唱的是。嘛，我就我就阿鳳啊，要不最尾是阿鳳。今日等於唱喺那隻歌詞哦，人生才是幾十棟啊！有人講到說話，人生咩？今日人來去重逢嘛，睇個有人來相逢。你唱歌真聽咯，我唱歌咪真聽咯所以人講歡樂時光啊，當夾咗歌呢心情就會輕鬆唔過我感覺唔加唱歌，
你可能要行吼，要跌板啊，也干嘛？你说一直蹲，冇讲，真强壮的去表情。你说，你说哦，你的感觉迄本的很崩，表情迄当现。根本归属来讲啊，和能够做对，但是后上辛苦的这些感觉，还有路向所有的感觉，就是上有很硬的话，我哋本建议哈，希望继续加油。好，啊，先生，来，看一下你个分数了哈。哦，看一下你有听个分数。好。92点分，不差。哎，我做的没问题，做留下来了哈，哎，没问题啊。啊，先恭喜你，谢谢，来恭喜婷姐，也可以哈，谢谢。好来，杀下来，蹦啊，冯大雷平板。来，啦。一条一村，咱讲第三个嘿，迄个好朋友诶，嘿，伊讲。16妹喺拜本嚟做新橋，好冇？哎呀，從些指腹為婚啦。看有眼冇啦。哎呦，哦，真的哦。哎，從細就認識了嗎？認識，從細就認識了。但是，向我教向下嘛，先言向。唔敢，細嚟落細妹唔敢向下教。真的哦。嘿，很保守。哎呦，阿老明啊，天衣妹先教，俺個個細郎嚟當司機啊，再佢去化妝。哦。佢專業佢講，我佢講。沒有乜人，看了細妹樣辦，嘿，佢話啱啲咧，就當獎，就當獎，哎呦，他也是有腳癖，我不敢說了點。亚房子啊，亚房子啊，哎，王亚房、周雅芳啊，对呀，哎，以前有一个老歌手，哦，高叔，有印象，啊，有印象啊，啊，你可以看到他，哎呦，很爱唱的，腔音名啊，腔音名的按会唱，哎，平常时你不开会煮菜煮食啦，哈，加减，加减做，所以你个说属音的动作嘛，没，属音啊，还好，还好啊，学起来吧，啊，学起来吧，每年都会煮吧。煮本鬼父康饮食，哦呀，哦呀，煮本不康饮食，这个没有事。但我特别做还忙煮好个菜都不认识的嘛。唔會啦，唔會咯，規矩較好。我等醋等姜啊，是啦呢。不一定啊，没某一天哦，不一定，不会这样子一道菜上来就吃光了这样子。对，我们太大老爷了吧？我们家以前就是也是会这样啊。我真的哦。对啊，就是你要不卡哦？就像俺妈妈会讲啊，特别肉丝腿，
全部男人先生了以后，这样富人家堂讲好像空在做下事呢，干有两种事情。做头啊，坐定的这个事。哦，啊，再看一下，去吹模式的，哦，这样染来色了。真的哦。对呀。头发富人家都吹高。也没有，也全部深颜显色了。哦。哎呀。深颜显色。是爆了哈，是爆了。汗就是纯的哦，没抹啊用吧。抹了。哦，连下抹啦哈。不过连下当年主持了就厉害嘞。对呀，这个数你一定懂吼。希望有机会做都对了。很做对了哈。你做的很雅不卡。哎呀，要看到你有一个节目，蹭饭的节目。蹭饭啊，有看到很低哦。YouTube 有看到。所以我如果真的有机会去你煮出来的料理，你有信心吗？有信心吗？有吧？唔低啊。唔低啊。随便煮都做得啦，家常菜嘛。可以按你盐嘛，好嘛？哦，有盐分的话就煮得到。好，OK，来冲出来了。哎，抢占一起3公平哈。盐分一定有了。反正这个哈，我虽然是嘴巴没讲出了，但是心都动摇。有想哈，有想。黃雅芳哈，黃雅芳哈，我第一場唱了成歌哈，我感覺哈，你唔係動熟落，唔係親熟落嘅流嘅聲音個。我講咧，最重要係哦，歌嘅啊，一聽到寫音章，山歌唱來鬧連連。哈，唱條山歌來嘅嘢，你個鬧連了，鬧連了連，他唱大下應該喺往上浪調嘅方式去唱，哈，唔再去彈一下都啲。韓國咧，落人彈轉，唔變到落人彈啦，唔係彈下嘅彈轉嘅彈，啊，你幾點嘅咧就做要注意，但是幾首嘅歌唱起來哈，係當平順嘅啦。啊，唔係講一步一步要進步，慢慢的你就會進步啦，哈！啊，希望繼續加油哈，是冇？好，謝謝，好，來看一下佢嘅分數啦。好，看一下黃雅芳嘅分數。好。係，廿個分數，目前應該留下來機會動態。冇問題啦，確定留下來咧。你聽啊，係啊，有啲法連來都有，要看驗啲啦啊，辛苦啦，辛苦，喺上邊當場啊。其實每個當中一槍動態寫啊。我緊張哦，素人朋友就是這樣。嚇，咩冇一聽啊？有的動態。哦，有的素人朋友。可能你是他偶像，不會嗎？看到你就會有多少會緊張。沒來會緊張啊！其實就是大家如果站在這個舞台，機關寫咧就做得咧。想我講嘛嘅就講嘛嘅，人家冇你就像打嘴鼓樣嘅啦。係啊，像自己好朋友啊。對，好，來殺下來。殺來城裡面帶來3個字。來，睇下啦。
里面太高。哎呀，今年有去参加田春叶比赛啊！真的啊？有啊，就读2届，歌谣班有2届。哎，我们是花莲的朋友啊。82岁朋友，哎呀，佢強強啊聽下戲啊。強強，嘿，咪以前發通嘅。不過佢呢屆識得比過啦，呢屆就係唔識啦。佢按多歲，經常講。我下後生要我，下後生，我土地都你是細漢嘅，講失蹤啦。哦，土地佢兩仔啊，我錯查啦，錯查。誒，家家呢位喺度特別，家Lisa已經填咗。啊，填唔到，Lisa 全部簽啦。哦，我本來我去嗰邊帶住出嚟，啊，自己報到啊，我講好啦，我大家不卡啦嗬，而家不卡大。台北嗰邊，台北的，我哋台北有冇講？佢冇평人啊，冇평人。之前台北縣係啊，天音樂大作家副台。去主動嗰邊。天音早先就前咗咯，6點就紅窗啦。6點就錯，6點鐘係差去。啱過火車冇問題啊，欠幾樣差一陣單咧。我幾樣差冇喺度。響左邊我呢度出嚟載人啊。哦，聽咗啊！啊，用乜嘢？行路去哦。做 Uber 啊？後尾冇架塞，我就向我問見要電話叫車嘅要嘛。哦，Uber 同很差啊。到11點人要呢度都載啊，然後有點說有答應說可以來啊。哦，佢必須要趕到嘛？要趕到，幾好嘅。錯6點鐘係差住到先咗。直達。啊，有得到名嘛？沒有入圍，冇一比啊，什麼都冇一比啊，係啊，什麼都冇，冇人簡單咧，冇人簡單，全國的高數啊，做動真嘅太比賽咧，冇人簡單，對啊對啊，乜名人走一比，係啊，累積下經驗嘛，你就啲咧，係啊係啊，唔使唔講啲啊經驗按豐富嘅，係嘛，也唔會講散，係啊，反正就。花蓮的朋友，超去傾下依邊，係啊，見到見要抌你啦。哦，鄧太太嚟啊！中國嘅動物嘅好嘅知識，見衝見款啊！萬人張來邊。好，來從頭來做先生公平嚇。好，你們睇過嗬？每擺堂唱歌，你唱歌嘅人調是冇嘛強咗，嚇，你見要變啦。好有變化，哎樣嘅，可能你從頭時尚到 YouTube 度嘅彈嗰條鉛筆哈，錄出來嘅音嘛，你度嘅彈，所以你會吸收到幾條人嘅音腔調安啦，哈，表示你要研究先求進步啦，哈，你一點切得鼓勵啦，哈，但是你唱啲嘅歌呢，我就咬死又長。啊！但是佢戲來講，嗬問題呢，有點嗬注意嘅是講，一條榕樹跟住連呢一條榕愛安唱，嗬總得一條，用人團結安呐，嗬，再來一個小鄉，唔是有做到咧，唔是有連貫性咧。哦，你一點要注意下。哦，上擺呢，因為攞鉛筆去唱誒，哦，佢有幾個味道，但是你要學到、吸收到，肯要彈佢本音唱歌，要下吸收得到，好，注意下，好冇？好，繼續努力。好，安子姐，好，來看一下這個分數。好，看一下陳裡面嘅分數。好來。目前的青果分哦，叫3.5分哦。係啊，分數係一天留下來啦。冇問題，冇問題啊！坐下杯做啲茶，對。好啦，沙來。沙來 V 面炸主成分帶來咯，3個。嚟彈個啦。
文子。唔少嘛。今日做多人个叫莫言婆用啊。茶妹。茶妹。家妹啊。家妹啦。係嘛？家妹當聽嘅啊。最近啊。係啊。當叫咯。當叫啊。當叫咯。哦，莫加叫嘅，幾多年啊？天氣嘅家啲下讀大學嘅。生嘢讀大學。按當叫咧。你是哪年？我係弄千萬家呢。都萬家啊。萬家，所以都是啷個？27歲家。27那有同伴，27動作。不，有54啊，萬家。係冇一家唔咩人萬家啊，冇上一家。頂客族。一個29歲人家。29哦，咩好上啊？一個36歲人家。啊，咩做的啦？哎呦，36就是高齡產婦了啦。自然產哦，他哎呦，真的哦。自然產，哇！中意嘅妹哦。佢36歲也妹到些。哎呀，我讀國語咯。哦，國中1年生咧，表示講對付卡，唔判得離開副卡，做妹嘅動聽啊。佢睇下上妹家啦。係啊。啊，老咪上。想啊就講喊你教好啦，喊你教好啦，難怪人聽呢。通講家妹都冇叫呢，親手看到呢。妹永遠要你做歡喜啊！你妹喺樣扮上本樣嘅啊，妹永遠會同歡喜。妹弄讀一個要親獎哦。哦，係啊，係啊，佢有佢嘅理想嘛，想要讀書嘛。唔講講家都冇好咁樣嘅，係啊，冇佢都偏嘢冇卡本人。糟蹋的嘢。我咱講第三個妹吼，係我好朋友誒。佢講，啲10歲妹喺拜本來做新橋，好冇？哎呀，上些致富嘅。我講細啦，看有緣冇啦。哎呦，哦，真的哦。忙地正經呢。哎呀，他也。喺從細就認識了嗎？認識。從細就認識了。但係強下教強下嘛，細年強。唔敢，細來落細妹唔敢強下教。真的哦。係，很保守。哎呦，我嘅前面個。冇做hem嘅用電話聯絡哎。哦，認識一下嘛，哈，聯絡一下。我前面帶足白啦。嘿。哦，啊，因邊用開始誒？是慢言講慢言啊，細來。當然細來腳細妹啊。對啊。成就一段良緣。我咩親保守啦。哦，害羞就做啊，結果就兩個就強下，就慢慢的一個強下，按你開始都。細郎喊他咩係親保守。哦。啊。害羞呀，你打電話開始都搞忘。亮啥提出來個麼？你就亮啥強下好咧。啊，這麼保守。打電話，啊，老明啊，天意冇成家啊，啊，我個細郎來當司機啊，載佢去化妝。哦。佢專業佢講，問佢講，沒有乜人，看了細妹樣辦。係。佢話啱啲咧，腳凍醬。就這樣，他也是腳癖，不敢看他的臉，就這樣看他的腳，哇，好害羞。跟他爸媽講說，哈，你才看你長看你的腳甜哦，哇，你沒有看臉哦，你媽死拖呀，我不敢。哦，後來就按用東派式開始。哦，跟後代唔不靠裝逼，一直 push。也歡喜啦，歡喜。因為我哋條雙方攏當屬師家，攏提供了細來也老實細妹也乖啊。哇，這個真的很好的連理呢。挺好呢，因為裝逼又好朋友。是啊，從出來，來，請我欣賞公平哈。好來，欣賞好。辛苦的擂台組哈，祝新婚50。今日唱了羅山歌，整體來講。全部以後啦，又合到你唱咧羅山歌嘅各種嘅腔。雖然講山歌係講緊唱，講緊係腔嚇。我目前呢啲擂台組錯呢啦，你壓力會比平常時唱歌還要大嚇。你我讓你提出幾點意見係我個人嘅意見，我哋互相來探討。你認為講有利學起來嚇，可能性對你擂台組嘅幫助。嘅航班新機的我就幫助。第一點，第一句日頭日出來日時，佢係短促音短音，我哋唔是落日頭日出啊日頭，它是短促音啊短音嘛。歌菜時來三相時，你唱到差唔多是偏兩相咁點哈。你這是個音調值，你哋要重整了啊。
第3句，一心相爱，你唱一心相爱，这个音调也是冇讲当标准啦哈，要改音的意见。係咩講咧？大家談討，讓欣賞一啲朋友的、歌友的，互相來探討。係明嚟講啊，你當然要道理，係有些做得談起來對你有幫助啊。你係改音的意見啊，加油啊！好，謝謝，非常有可以建議啊。對，好，而家就開始。目前青果粉裡面欣賞，裡面太多了都不推動，看下看分數咯。好，係啊，我看分數之前啊，係啊，阿你先同嘅。水銀機啊，排泄，繼續練，好嘛？就練練。等陣來。一天要幾 V 啦，好嘛？好，加油加油。好，來，好，來看一下主心粉嘅分數。善良。哎呀，哇！又看到兩位，你的笑點在哪？陳偉，怎麼條下有談充嘛一樣誒？蠻愛後社會事情，有點藍調，有點藍調，對，這次有點加入即興了，是不是？我們小剛老師有聽出來的。老師，你笑點，老師，老師，他的藍調你有聽到？對，藍調。是藍調還是 jazz？ 還是爛調。爛調。看一下主心粉嘅分數。來。90分，永義興奮劑90分 ，V 面成功，連續3禮拜搶登上 V 面再破 V。兩邊有搶，永義興奮劑。老年音樂會，哎，今日係音樂會啊，來到一位安尼老年那個好朋友啦，哎，咩係你嘅評審欣賞？常客，咩評審欣賞，也非常傑出的一位音樂人啊，還金曲歌王，哎呦，真的得到必須哦，真的，而且他本人就是蠻一個4次元的，輕4次元呢，發行給輕型嘅專輯，同大家來分享。哎呦，佢發的專輯一聽大家非常的注意啊。董後堂啊，太不會衝狗了啊，係啊，還有他的面部表情控制，非常的搶戲，係冇哦。哦，衝狗又後堂，表情也大，哦，安個現場佢衝狗，等下好訪問佢下咧。歡迎一位陳美儀。愛用為安用就是困定冇辦法結束嘅樣子吧，躺定冇辦法解釋嘅數人機。認定早晨變到暗夜嘅咖啡，聽唔到你嘅 message， 想你，愛緊得嘅想你，愛緊得嘅想你。Love
爱跟这个相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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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跟这个相依，lonely， 爱 lonely，lonely， 你走到哪去，爱用被暗用就是lonely， 爱 lonely，lonely， 你走到哪去，爱用被暗用就是相依相依，爱跟这个相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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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跟这个相依相依。你会不会太有活力了？哎呀，哇，唱歌让嘴歪眼斜，然后对身体的律动还这么大。对对对，就是两条就会共鸣的第一条歌曲的作品，就是这一首专辑的主打歌，爱走心，爱走心哦，是怎样？为什么要走心？对啊，因为常常是人家讲你什么你就不开心，对吗？哦，没入围金曲有点不开心。没入围金曲有点不开心。走心了，走心了，走心了。其實一條歌創作嘅時節係本來客家電視台嘅福喜類嘅節目，我用一系列舞曲創作跳對嘅運動嘅。哦，難怪係加糖嘅音樂性較天資嘅東西。天資有一些。對啊，跟之前那個感覺冇乜共用。之前聽一種種是偏向我想去挑戰搖滾嘅曲風。後來我就同吉娜姐還有羅哥在節目上就講第三種轉型，我想去做較天資嘅。天意咩東西？係啊，那希望大家會喜歡安樣嘅客家歌。喜歡啊，他聽喜歡，表演很多。係啊。你們都就。哎，你唱歌懂厉害呢，他好 free 啊，好自由。他很 free， 而且他的那个声音的那个控制度很高。对啊，你怎么那么厉害？罗哥刚刚一直在那边试，他就是没办法。对啊，没有，他就是其实只要控制的，有像是可能大嗓音嘅比较适合的滑音位置不一样。哦，你的滑音位置在哪？脑里。有时候有场时会用有场时会有一些的。腹部要推一下，但是你有时候又有气声的表情要出来，就是那个那个，所以我才会。脸部的肌肉其实有帮助唱歌啦。但是你跟俺妈妈讲，你都会这样子啊？我妈说不行的。用用这个呀？她说她没有，她没有生那么重。我以为这样。係啊，希望大家會較希望第三種轉型嘅意思的改變啦。還知道我你們講國語講這唐人的東西。神秘動蟲，但是其實又很好唱。唔過叫佢做傳統嘅國語語嗰種咪戲出哦，懂厲害哦，很厲害的真的好棒。咁唱亦都猜
可能喺5年來啊，就是從第2張專輯發行之後，我加入鬧熱大擂台嘅來賓，佢是羅哥還有金娜姐本來嘅鼓勵。本來音樂送給你鼓勵，就是大半愛唱歌啊。我常鼓勵你，羅哥，我有點好奇。就是每次唱歌都會給我正向的回饋。就是會給你笑容。就笑他。沒有啦，是因為你自己真的是太。這點動力會啦。對啊，太有內容了，對啊，你自己也有內涵，對。啊，倆底部度全部都係嘅舞曲方面嗎？兩百個專輯全部係數位發行，有8條歌曲。8條歌曲。第1條就係大家看到嘅《愛就是》。另外其他嘅歌曲，較重要嘅係老王喬英、王喬英有合作，另外一條係周儀嘅《Baby》。2025有重新母帶版本。金前面有唱歌。老江勝榮新的客家歌手也有合作另外一條唱出愛嘅愛。3條歌都係填字舞曲，在裡面都是我自己做一些編曲跟混音嘅工作。混音。會送金曲獎嗎？這創作的時候我就沒有想要報名了。然後你又怕你走心了呀？對，我怕我會走心，所以要。你是敢吃到正經黑的哈？會走心對不對？會啊，不入圍不代表你的作品不好，有場誰運氣跟問題，那年剛好評審他們可能有不一樣的想法。對啊，其實對他喜歡的這個味道不一樣。就講禮拜創作音樂嘅時間，較自由哈。暫時不想說會有什麼報獎或者是不報獎。你先不去設定這些目標。沒有，你沒有設定說我會不會得獎。對，我想我送本就係有好聽嘅音樂嘅粉絲啊，或者是聽眾。我還希望。希望我可以做客家永續經營，就是更突破自己在這個音樂裡面的心流，就是心流啦，就是很舒服，做起來很舒服，就是那個感覺。你不是還有記錄你自己的創作過程嗎？那個心路歷程嗎？他寫了好幾萬字。第3張專輯比較特別，是我也開始踏入網紅的，我盡力當 YouTuber。我現在拍了11部 Vlog， 我有看呢，我有看了1-2部。我現在慢慢在繼續累積，就是完全着重在客家音樂人，大概做乜嘅客家專輯。所以頻道名稱叫什麼？頻道名稱就叫做陳比爾。但我剛好看到，不是，你可以比如說取一個叫盧小小，或者是什麼？陳偉如小小，客家哈，比如說客家陳偉如小小，也可以，好，一窮州的呢？係啊，我有看1集。他從他早上睡醒刷牙開始，然後開車，非常就是客家歌手的一日。不是很多這個 YT 就是這樣子啊，開始就記錄他的生活，記錄到最後，對啊，開始慢慢，人家發掘你了以後，原來你是音樂上是這麼有才華的一個音樂人，你就開始慢慢跟大家分享、交流，要他懂後就會都。啲嘅做自家做想愛做嘅事情，對啊，專輯你準備幾久？第2張專輯創作嘅時間就是醞釀5年，但是醞釀5年，製作1個月半，1個半月。用乜嘢？其實一條歌一條歌，聽下出來。還是我是用自己的電腦，全部從編曲、混音，還有全部嘅錄音。我這次也沒找配唱，我自己做。誰還能配你啊？我覺得就沒有人可以。沒有人唱得比你好，阻礙我的工作時間。有啦，我媽有說了。你媽當年配唱，她就說有一些的咬詞該補出。是那樣。另外還有根本亞種專輯底部嘅張唐真老師、王新寶老師，還有麗玲底部度都在做詞曲的人。記得有個詞本來東後嘅力量，他們的詞，然後我來譜曲。你也常跟這幾位老師合作的。我說我做得按樣繼續努力，為到客家嘅音樂，還有為到自家想要做嘅事情。很棒哎，很棒，真的。而且這個照片好有愛哦，愛的視角拍的是嗎？是好陽光。這次很多就是我覺得很陽光的感覺。簡單化，就是這是愛的視角拍的，當然陽光啊。這是愛人眼中的世界，真的感謝他。愛人眼中的手機拍的嗎？對，手機啊，不是，胸機啊，用胸機拍。那個單眼。
哦，有一摆啲作别嘅时间，表演的时间，表演嘅时间，新吃演嘅感觉。系，该我要知道东港茶亚洲转系所有幕后的所有的好朋友，不管是江胜荣，还有王乔颖，然后还有其他的乐手乐手哈，里面也有二胡手，黑矮的学弟，所以我很感谢简简单单很快速的做第3种转系，那我有力量继续做第4张。哦，好像你得了金曲奖一样，很感谢。现在知道转系出来，你要去哪？又走心了。他不报啊，就不会走心。我还以为伟林让你走心了呢。美玲啊，美玲啊，美玲，伟林是谁？不会啊，不会，不会啊哈，就是对，很开心。俩他懂欢喜啦，他们现在开心哪会走心？幸福美满。啊，这个专辑里面的合作对象，你说还有江江哦？对对对，哦，江江也有啊。江胜荣，双拜有屯，有利用到一下他，互相利用嘛，互相嘛。好的音乐人要互相切磋，才会有火花的激荡啊。对嘛？里面都有一条歌，係去年2024年參加新曲嘅新曲中嘅第1名嘅作品，很多균字法。균字法，他在讲莲花的故事。莲花的故事。出淤泥而不染的。哦，有那균字法。对对对。哦，好美的名字。莲花叫君子花。他刚刚不是说吗？这是一个修饰啊。哦，修饰哦。希望就是觉得像君子一样，然后很正直、很洁白这种感觉，希望无瑕的感觉。希望不是伪君子哦。这就不知道，所以今天是江江来跟你一起。江江有来到现场。对，我们用2把木吉他的民谣方式，送门太嘎。哦，用他来看看呢，君子法。好。世间繁华，途中散，清风乱涌，来自由，将爱奉献采一封，不容出水此情雄，决心清廉不群穷。把呀歌颂，法中君子，自古人保佑，不求名利，脏也不从，送你芙蓉，修流香，求徒莲花，心善良。
嘿。哎呀，哇！又看到两位空你的笑点在哪，陈伟？这是笑啊，不。怎么调下有谈唔冲嘛？样样哎，骂爱后社会事情。有点蓝调。哦，有点蓝调。对，这次有点加入即兴了，是不是？他即兴了，是不是？怎样？杭州的。我们小刚老师有听出来的。老师，你笑点，老师，他的蓝调你有听到？对，蓝调。是蓝调还是 jazz？ 还是烂掉了。那应该是烂掉了。我绿掉了。走心。走心啊！两个人又一起同台了哈。哎呀，唔单止跟萝卜。表演加读懂，约后朋友，这算是越交嘞，真的意思他们是师生情越交，忘年之交，忘年之交我没有讲啊，也是啦，差一轮而已啊，没酸呐，没酸呐，对，抹茶一斗啦，抹茶一斗。一条路其實一開始係想去報名比賽，馬嘅比賽，你沒參加了嗎？他不是興趣獎比賽，一開始的構想就是參加別的比賽，有場是。幾位內外台北嘅舞卡，就是因為佢帶苗栗，係幾苗栗，所以也係喺度苗栗咗，冇上嚟台北啦。佢要發通就會有工作，有發通啊，要留營嘅時間就會上來。有的時候我會收留一下，收留一下，然後就剛好利用說，我有一團張唐真老師下嘅歌詞，那。今年對夏寬寬，下一下 jam 了一下，所以基本 jam 了一下藍調。最後有安用嘅合作啦，有按用嘅機會啦，就共同創作了一首歌，共創了條君子花。那一條歌其實也有另外嘅。後來會有另外一個版本，因為在新竹縣嘅新曲中比賽嘅時間，我們是搭配，我們讓羅浩源來充當主唱，所以後來會有浩源嘅版本，是三山影空啊合作嘅版本。對，然後你們願意這樣退而求其次的呢？沒有，算係。我三重啊，他們是三重唱，邊彈邊唱其實有點難，我覺得啦。然後要創造對，跟浩源的合作，應該是要算就是鬧熱會有很多很厲害的歌手，那他們得獎了，應該還有機會來做合作，讓他繼續有新作品。而且浩源也在寫之前金錢的在那個口場地部都給咩下歌，所以他個音樂也有某種嘅合作的方式，對，唔單槍下狗也就會自家衝，可以變成有一種幕後的製作人啊、寫歌的人。你們從不同的位置上去用團結起來，力量發開，是吧？對。因為安永今後啊，變成一個客家幫，對，就變成你就是幫主啊，不，對嗎？沒有，我這個藍調幫主就好了。爛掉的幫主。你自己黑啊！公演的時間還有一群人向他下個新年快樂歌呢，還有米林嘛，係冇？是不是還有軒軒？你是要超越那一首啊？那首我們沒辦法超越，所以後來因為老阿勇，還有軒軒，還有米林，然後還有浩源，啊，還有趙德武，然後我們就一起玩一些。在過年玩一些音樂，趙德武，他在現在音樂的造詣上也很高了嗎？佢也想去創作，對，他有作品。他有作品。對，我們看可不可以幫他改良一下？不是，我說和弦，改成藍調。你聽聽的金鋪啊，我說趙德武也很認真啊，對，懂音子，所以知道客家嘅新歌數向他來做一告一下哈，新年快樂歌，狗年。對，我們就有一首新年歌。那可不可以讓我們先聽為快？哪一片堂的都？在 YouTube 搜尋得到。你有蠻熟悉。這個他家講一下。可以搜尋陳偉如就可以。陳偉如的 YouTube 頻道，裡面有一個新年歌。新年歌哦，大成 V， 然後新年歌就會啟動。在 Spotify、KKBox 所有的數位平台都有上，都有上了，是不是？對。哎呦，那很特別的是，我做了很多歌，流量就只有100多個人聽，結果這首歌有。就是好像有1萬多，第一週就有14000，真的哦。那是誰的原因呢？有70%是
马来西亚人跟马来西亚的流量。我知道这条狗诶，肥总是他在马来西亚听，是真的。而且马来西亚、新加坡他们很公年狗的，很你们啊，公年的时间啊，很迄个片佢正经就会不用2种风就是他们很严谨啊。两条狗应该记得，我们才会发现米岭峡的虫，美岭峡底下齿口，然后他很抓得到马来西亚味道。哎，说真的，你当一个帮的帮主哦，你这个年轻创作人，对啊，对啊，现在是干部了吧？对啊，你有没有什么这个建议啊？这个兄共其实我也会受到一些前辈的一些指导，你要懂感掐。你跟我讲，他我发现我也有一点变，有一点前辈了，人家的前面一点点。那个我发现我要做的是让他们做他们自己。所以我松本阿勇给发出去，好好做你自己。还要为阿勇做，希望我能给客家嘅创作。还有客家之路做的很开眼，继续谈，反正空洞达标。你有话要送给帮主吗？是这懂什么？陈美欣欣赏啦，因为佢本来懂得嘅字头啊，就是像哪个转息啊，我有时候传给他，他就会听说，这个音没有到我的点。他音准不到所以要调整，我听不出来，因为我自己写的，可能有点盲点。不过欣赏就他耳朵很利嘛，就会有本来懂得意见啊，用完之后，他会本人吃到两个成功的歌，所以不是完整的作品，不是蓝调的歌。完整的作品，完整的作品啊！对，大家就是在这个平台以后一定会越来越有名啊，所以知名度一定会大开的，係咪？大家咪到客家共同加油，好不好？係啊！恭喜 V 哈，放新嘅轉型，恭喜你啊！是阿勇哈，對啊，你有新嘅作品發行咧。安好嘅陽光人，大家要多多支持啦，好不好？好創國嘅，咪叫我夾夾嚟報名哦。夾夾打天花來，人叫6667人，人6人，等睇住下打天花，你報一下冇？陳 V。夾夾報名哦。係。天花。人叫6667人，人6人。讚哦！報名哦。你用你那個聲音，快點。歡迎大家報名，鬧熱大擂台。哎呦，你講方言，做的方言。用華語。0966。歡迎報名專線0966670060，謝謝大家的收看。張磊了，你播給天發時間有客家腔哎，0966。啊，謝謝大家的收看。是我們開始個實況。啊，謝謝，也謝謝兩位。恭喜全比愛小心，還有公司友情青果，各位把新的轉型，是孟小天老師還有我最欣賞。謝謝老師們，謝謝。謝謝現場的工作人員，辛苦了。希望大家不要忘了下個禮拜同一時間收看《鬧熱打擂台》，鬧熱共下來。